今晡嘅前晚上，phòng校長專題報道為大家紹介係每組嘅客家建築威廉屋。威廉屋上係廣東行業最主要嘅傳統民居建築。而當地學者統計，單牆到每組時是至少有4萬棟嘅威廉屋。威廉屋唔單止體現呢行業講究有時嘅倫理觀，也蠻難展現羅族公嘅生活智慧。我聽人時代改變，經濟條件嘅改善。日嚟日冇客家人現代到威廉屋地圖，是保存嘅長空入邊嘅小利，就以為加速將威廉屋是轉型變做觀光用途，希望透過呢啲方式嚟保留羅族公珍貴嘅遺產。究竟威廉屋呀，總是愛想到安島，想到安島。我每件像係威廉屋是差唔多有3到4萬間安島，因為佢設計呢係後背個前面地，所以講呢係冬暖夏涼嘅情形。每本建築係中國5大特色，是客年代嘅特色名屋之一。也想帶大家看下講，呢個威廉屋嘅設計到底係變成有特色。選擇山西起家嘅威廉屋。後背高高嘅威廉畫出正正嘅弧線，不單單好看，還是對風車加風。站到睇門床那裡啦，嗬，佢基本上要圍下試到繞唔得咧，車定繞唔得咧，啊你冇馬要爬過，而辦呢都唔正常啊，你爬。做工嘅機會不止安呢，普通嘅威廉屋係朝北向南，頭前半夜應該風水池，除咗風火到熱天，咪是得小丘降溫。我是涼爽，特別是天氣熱啊，6、7日的天氣熱，也雅風冇人熱，佢散發力啊比較強。那麼南面夏天風從南面徐徐吹來，掠過這個水面，而且威廉屋是前低後高，那麼這個涼涼的這種涼風從水面掠過，就吹到了每一個房間每一個角落裡面。客人不只曉得生活，更加重視家庭倫理。用公廳做中心，部分熱帶嘅人是帶頭熱話公廳嘅房屋，有上有下嘅精神，嚟表現到建築方面。一堂比一堂高，而且住得越高的地方，是輩分越高的人住的。而且這威廉屋的橫屋，它是向兩邊對稱的，越是靠近中間的主堂的地方，也是住的輩分越高的。所以住在裡面的人，他就知道我們什麼人要住什麼樣的房子。不過，聽聽時代改變，經濟發展，後生人從外種打拼尋機會，咪打散了本來嘅大家族。從呢一堂同梅州市南口村嘅鄉下人家威廉屋，聽到是帶20戶人家，但是下跟他傳到2-3戶人。農民咧耕田啊，種田啊。種田種到老誒，那孫咧那也未出路出門，但這樣一個人。就是三歲嘅老阿婆，用南無拍拍，自家一家人為等過年嘅時節，子孫可以擺出來團圓。孔老老嘅大堂屋，頭上到底部咪僅次有嘅所上所下。時常講話呢，車房人還係會天氣嘅變數享受威廉屋。就壓過一下，夠一下，一表紅夠唔到嘅。上就冇要夠嘅，而你話買呢？如果冇買維修頭，就話依容易廢哦。強權係家族分散，強權希望守護祖公留落來嘅財產。兩戶人係先車同祖屋嘅一部分，拿來經營特色傳承。參觀喜歡嘅遊客來無停，本來冇年代嘅威廉屋，加添一道鬧人氣氛。圖片世界係江版嘅客家菜，甜飲嘅係傳統客家民居。出家做農田來啊嘛，媽都出家去做客家菜，做農家菜，出家去做，咪要按好嘅環境，出家撈喎，咪需要你嚟做喎。就嚟想看體會一下羅族先嘅食飯嘅方式，帶嘅味素。梅州市中心嘅新德樓。
土两屋第四台、第五台两支家娘向下打拼下，对梅州客家点心开始卖，这下已经是当地真出名嘅餐厅。口屋有新嘅用途，本传统嘅微凉屋，未是得停定时代嘅改变，继续嘅保存落去。客家新闻连见有了记者，到中国广东梅州嘅采访报道。